在诏安的传统聚落，品尝了对皮肤好的蜂蜜，手做了甘甜的 toyu， 现在还能品尝东廷宁 toai she ga mi can 牛奶。这儿是全国第一个乳牛养育专区，一天能产高达80公吨，产量不算大，但却发展观光牧场。入宝山，我们岂能空手而回呢？嗨，我要一份牛奶冰淇淋。这是用我们新鲜的牛奶做出来的冰淇淋。牛奶的味道，好浓哦，好喝。滑润香醇的鲜乳，喝上一杯，能量满满。要喝新鲜的牛乳，吃新鲜的乳制品，来到伦贝准没错。尤其是在我贪心的把一整只冰淇淋吃光了之后，更加坚信。而令人惊艳的是，整个园区都是牛。我说的是乳牛的装置艺术，可爱到让人好幸福。只是真正的乳牛呢？哇，加牛种稻奶牛哎！系啊，离市的台湾铁道灵验的所在啊。这里吗？系啊，龙背啊。难怪。哎，那我可以来喂乳牛吗？袂使啊，离迄若对细的时阵，迄卖甲阮弄，吼，啊卖甲阮妈，吼，啊一个细阵就是啊卖甲阮捡。哦，好啊，现在就可以吗？袂使。好，走。看着小牛吃饱饱，我也心满意足的再去乳牛乐园逛逛。充满童趣的一方园地里，许多造景别出心裁，不知不觉就逛了大半天。这会儿逛进了一间小屋，我像坠入万恶渊薮，因为有许多我最爱的乳制轻食。啊，还有个爱心。哦。这咖啡是我爱的，一定加了很多牛奶。这蛋糕牛奶的味道好浓哦，我喜欢。乳牛乐园里不自觉惊呼着俩溜揪斗奶牛哎，黑白斑点间，乳香四溢，看着幸福，尝一口更是温暖。